時代論壇聲音專欄，每週精選。2013年3月24日第1334期嘅時代論壇專欄情牽一線，黃曼妮撰稿，題目係為東馬嘅沙巴禱告。好多遊客去到東馬沙巴州旅遊，一定會去到亞卑沿海嘅菲律賓市場去走一走。呢個由菲律賓人經營嘅市場可以買到好多手工藝品。由此可見，菲律賓人喺沙巴嘅數目極多，估計有80至100萬人。沙巴北部嘅拿督同埋仙本呢兩個鎮嘅一啲嘅村落，上個月遭到菲律賓南部嘅蘇祿叛軍嘅入侵，引人注目。喺僵持咗近1個月之後，馬國採取咗軍事性嘅主權行動，要剿滅嗰啲嘅恐怖分子。呢個導致上述兩個嘅地區一時陷入死城嘅狀態，2個禮拜之後先至漸漸恢復正常。雖然沙巴曾經係菲律賓嘅領土一部分，但係馬國於50年前自英國手中取得獨立，組織並成為咗馬來西亞國家嘅領土，被菲律賓政府視為眼中釘嘅蘇祿叛軍同埋菲南嘅類似極端伊斯蘭教組織，包括係阿布沙亞組織、摩洛陣線等等，佢哋都認為沙巴仲係佢哋領土嘅一部分。成立咗馬來西亞之後，由於地理同埋政治嘅因素，沙巴州對於呢啲外國嘅非法移民一直係欲拒還迎㗎。一方面，地理上最近處緊佢1小時嘅水程，向來都有一啲嘅菲律賓人嚟到沙巴去落地生根，佢哋成為咗當地各行各業，包括係女傭同埋由中大樹休嘅主要人力來源。另一方面係政治嘅因素，沙巴喺1966年第3任首長敦莫斯達化，一個係本來少數民族嘅馬來人掌權嘅時候，有意引進印非嘅伊斯蘭移民，以便平衡當地較多嘅原住民加達山族群嘅人口。到咗馬國嘅前聯邦首相馬哈迪醫生在位嘅時候，為咗鞏固政權，進一步分發咗約100萬張嘅身份證俾嗰啲非法嘅伊斯蘭移民。因此，沙巴州嘅人口本來以原住民，即係嗰啲以信奉天主教同埋基督教為主嘅加達山都遜民族為多。20多年嚟，人口比例就被嗰啲漂白後嘅外國人拉咗落嚟啦。菲律賓非法移民入邊有唔少都係天主教徒，過去教會都喺呢啲嘅移民當中開設報道站，關懷佢哋嘅肉體同埋心靈嘅需要。除咗衛理公會，其他宗派好似係聖公會、天主教、婆羅洲基督教會等等，都喺移民木屋區入邊服侍同埋設立聚會處或者係教堂。由於發生戰事，導致咗呢啲嘅教會崇拜同埋禱告人數減少，盼望各地舉手為沙巴嘅安全禱告，讓到整個嘅事件能夠喺平和中得到解決。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